要结束啊。第三章还是纯手绘要加科学大统计。那你那摆嘛？不要。那你那摆公式就更严嘞。台湾的灾变天气，寒流上面一体耶。寒流是什么？你记得？大陆冷气团。北烟。梅雨。第三名。什么一体耶？哪一种天气现象？应该说那个气候现象，自由风，哪些上？红海、台风，对就完整的是说热带、海洋、低气压。好，第一个，它是一个热带低气压，那它低压中心会上升，然后它以北半球形成一个逆时针的气旋，然后它要在海洋，海水蒸发放出的热量转成动能，这个是台风的能量来源，所以有点概念这红海离海上行愈远，它行进的路径越长，这台湾可能会越大。那后来讲的那个圣婴现象，圣婴现象造成台风的产生会离台湾比较远。如果它产生离台湾比较远的话，那今年的台风会有什么影响？来登陆的都还少。你如果把台湾想成一个打靶的话，那我这个台风要瞄准要去击中台湾，这就登陆嘛。那我离这个靶目标越远，我击中的几率会怎样？是不是越小？但是有个问题我越远，要是我以海上行的路愈长，那路径越长，这个台风就会怎样？越强烈。比如说，你遇到圣婴现象的时阵，台风的起源地会往东，也就是离台湾比较远。离台湾比较远的结果，比如说那一年侵袭台湾的台风数量会比较少。对于那一公放台风假的几乎不是，台风就有结论大家都要讲台风少会引起干旱，因为带来雨量太少，水库会干掉。还有一个不来则已，一来就怎样？很强，所以在对岸起摩特尾我们都希望那种什么，不要没台风，没台风会没水。可是这台风来了，最好你从旁边过去，卖少对吧？然后一带来雨量就好了，有好处没坏处，因为登陆撞进来的话，会造成灾情，所以。小费状况台风都擦身而过，台风擦身而过就会下雨，没有灾情，这是最理想的状态。当然是，这个大自然都歹讲的。大家看课本这看一个93页、93页，台风有各个方向，按讲过你越过中央山脉从东部，那在台东海沿它的影响会比较大了。东部区域比较少点，回到富国神山中央山脉和东流西部这样。
它无影响。咱上尾要看一个100页科学大事记，共犯效应跟等原效应。这有人在买课嘛？来，上面一个共犯效应，台风跟东北季风，跟这回，来，这图回吼，台湾而家东北季风回来，有东北季风表示这个台风不是在夏天来的，是在什么时候来的？已经是秋台了哈。因为秋天东北季风才会开始起来，可是秋天有秋台啊，所以有时候秋台，你要觉得秋台夏天的对流比较旺盛，夏天来台风比较大，可是秋台有时候这种共犯效应，东北季风回来，台风比较台风逆时针旋呢，台风中心比较。台风逆时针旋过来，什么来的？两个风向一样，两个风向一样，所以形成共犯效应，所以在雨量，不对，所以。雨量多的在一起共犯效应造成是雨量多的在一起，那当然不是北部哦，这个共犯效应就咱进行那个莫拉克台风，整个台湾都受到影响，包括咱南部的小林村，小林村毁灭村，这个是冬天是共犯效应。对全台，尤其山区，黑比加整个全台的山区都造成惊人的雨量，规个总山，这个共犯效应。来，第二个藤原效应，藤原是日本日本的气象学家，他研究了，所以叫做藤原效应。所以我讲过你拿这个。很厉害的话，有时候你们的名字也会出现那种牛顿嘛，理化的牛顿嘛，都被当成单位嘛，这样好不好？这样你蛮吵的，你死了在地下要一直学生一直念的。安培嘛是科学家，然后他也变成单位，他也研究什么？有时候你发明了你。天文学看到一颗新的星，你就有权利命名，你要华裔亚第二列名，那颗星就变成你的名字了。藤原，他研究出这个效应，所以这个藤原效应，上面的藤原效应，双台效应，两个红台你要靠华尔兹共舞它就会相看一个台风牵引另外一个台风，会造成什么？本来这个台风要走了，又被拉回来，向后转再扫一次，这就是藤原效应。然后有时候两个都刚这回结合成一个，结合成一个台风，所以你发现它这边7个例子西元2016年狮子山台风，本来要走了，结果呢又来一个被拉回来，被另外一个蒲公英台风拉回来，然后呢就侵袭了日本，很严重的在一起。这个藤原效应，大概了解一下，藤原效应就是两个风台，如果它的在靠近两个彼此的距离在1000公里。就会受到影响了。共犯效应就是台风跟东北季风互相影响。再来，
这个101这题目就是会。来，这个表这些，大家有看。来，把这第一条，你来对写。其实题目内底都有给你打卡式了啊，东北部的降雨形态。来，离停风造成在台湾东北部形成锋面。啊，这个题目内底有锋面啊，都每一定有锋面雨的嘛。好啊来咧。第二步嘛，泄题啦，并且在迎风面的地形抬升作用，这种土地答案都告诉你了啦啊，所以答案是 B， 锋面雨、地形雨。好，第一条，腾云效应是在台风滞留期间不断的增强，形成更大的风暴，哪一个不是主要原因？然后说台风会增强，走得远是增强啊，所以走得远就是会一直吸收水汽，然后又没有陆地的破坏，都在海上走得远。然后呢，纬度较低，为什么？纬度较低，第一个形成什么？气流牵引，所以这牵引等于说。它走的路径变长，所以 B 是相反哈，它变成走得慢，不是走得快。好，所以 B 接型。第二，来听啊，那介绍一下第四章好了。啊，我们应该时间蛮够。来，再有一块怎么样？有4:1，你要还是应该是讲袂了。所以咱小班介绍一下，好，大家看到这个。是第4章永续的地球，大家来看第4章的工程。好，这第4章是最后一章吗？咱地球科学目标来讲，我们要了解这个地球为什么？咱拢会讲，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啊，地球弄坏了，我们要搬去哪里？火星又搬不去，就算搬去了，住起来没有地球舒适了。啊，所以我们要保有一个永续的地球，弯出来，咱就爱关切啊。我常听一个故事，因为我们学习它的哈，我们听过一个那个
你可能有听过啊，有一个乐团叫 Pink Floyd 的，他的那个吉他手哦，他的吉他手有一年把他收藏的120把左右的吉他捐出来卖。你知道最贵的那一把吉他，也就是他们最出名的2张专辑，啊，月球的黑暗面的 Dark Side of the Moon 跟那个 World 的那一张强的那一张专辑，他用的那一把吉他，在拍卖会上，那一把吉他拍卖多少钱？你知道？听说后来又被打破了。但是当时真的是天价，那一把吉他的拍卖价超过1亿台币，拍卖价超过1亿台币。然后，但是我的重点是，他包括这一把吉他，他是卖了120把左右的吉他，也就是说，他把他现有的电吉他全部拍卖掉。他的钱要干慈善拍卖，他捐给有关气候防治的基金会。他把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，他把这笔钱全部捐出来，一定好几亿的台币。好，所以就是很多人觉得气候的影响很重要，所以基金会有很多基金会在做这方面的研究。那我们学的蛮接了对于海洋跟大气的互动，水圈跟大气圈它一定有一个互动，海洋是跟全球有关的，因为全球占了70%的海水。所以海洋跟大气的互动会影响到整个包括全球暖化的议题，冰川融化，然后导致实质的全球变迁。全球变迁，刚刚讲的声音现象、全球暖化、臭氧层破洞，现在臭氧层破洞在我们人类的努力之下，已经渐渐补回来了，所以努力可能还是有一些用处的，当然努力要用对方向，到底什么对什么错，当下我们自己也是很迷糊的。你要先有基本知识，你才能判定说这种做法是对啊，不对当然人跟自然的互动，这里讲了一些天灾，因为其实我们讲的第3章讲的天灾，纯粹是气候造成的天灾。第4章讲的天灾是全球性的，包括土石流。恁他是有啥物代志咧讨论袂了？开始打扰我打扰我什么意思？互相指控你我拢伤心评委互相指控骚扰，这后面讲这做严重的呢惊到要死呢，规划的。好啦，来上课啦。我们小时候根本没听过什么3分土石流，一座山好在那边几百万年，为什么会有？不单单人为开发，没有人到上面开发，它已经放在我放落来，开发从哪？累进民行嘛，你山顶开垦，进河温了，进蔬菜，进果树，进雷，高山茶、高山蔬菜特别好吃，高山的水果。再来，开度假村、建旅馆、建游乐园、建高尔夫球场，不但开发，
手上逛为亲近农场，过度开发。啊，这卖亲近农场无人要去啊，你有去过亲近农场？满山遍野山羊，还有剪羊毛秀。我们以前很流行去亲近农场，所以那时候山上盖了大大小小的民宿。那里还有全台最高的超商，在亲近农场。还有星巴克，但是星巴克收起来。我行李啊，现在国旅大家都出国玩啊，出国那么方便，又开垦到后来水土保持不好，才会有这种山崩土石流造成。所以人跟自然的互动，依栅栏公人定胜天。我们小时候看什么中横公路、南横公路、北横公路、横贯公路啊、鬼斧神工啊，然后工人定胜天。现在不敢讲的啦，南横摊方啊，一直摊方，谁在那边胜天？你再开通，我又活去掉。今麦是故为该节，应该该节的啊，应该改掉一个字啊。改哪个字你知道吗？人不可能胜天啊，人一定要什么？顺天。你想胜天，只有大自然就收拾掉，整个塌下来，把你全部埋掉。我们地球人类再想不开，大家破坏环境，或者大家在发展核武乱炸一通，那有一天外星人来就说，这里的文明不见了。以前我们经常发现核寒冬，以前美苏两大强权在比赛核武器，传说，不是传说，统计，当时人类拥有的核武可以把地球炸破7次，那就是把它炸碎再补起来，再炸碎再补起来，可以7次。后来，修条约减少可是现在就出来了，人如果自己不能慢慢演化，变成想通些道理，还是这样循环下去，那随着科技越来越发达，这些武器的威力越来越大，总有一天人类自己毁灭。所以我一直觉得，你估算一下，人类这种生物在地球上还能活多久？人类已经活多久？100多万年了，对不对？有文明5000年嘛，活了100多万年。那你估算一下，你觉得还有多久人类这个物种在地球上会完全就灭绝？我刚刚在5000年就灭了，照这个发展下去要再留5000年很拼的，对不对？我都怀疑讲5000年会不会太乐观？可是我们已经100多万年下来，那还能不能再撑5000年？这是我们要学习这个东西的原因啊。越多人有这种跟地球和平相处、人定胜天的一种想法，我们越有可能改变自己的未来。尤其是如果以后在座的各位，你是手里掌握着很大权力的人，
那你没有这种观念 ，OK，那就很危险。好了。